上杯嘅王牌當叫以前，頭當然嘅北海，有一枚當太枚嘅有一年兩枚嘅旋風飛出北海，飛到寬茫茫嗰個人嘅天頂上。事情免唔上嘅安尼啦。阿嬷係楊順咯。佢飛出去了後，唔上咪啲啦。細妹嘅班聽過兩個句，佢想，捱未當上，同間妹聽唔強款。班當上嘅夾夾，同家夢想講本海島度嘅好朋友聽。佢同家夢想講本海羅聽。哎喲，唔好聽佢烏白亂講，判佢改啦，冇可能嘅事。唔過，我今年當上嘅杯呢？唔是上，什麼安呢？必條，聽我講啦。冇可能會出水面啦。唔過，班係當上我一起，所以班個同家夢想，講本家好朋友用講唔聽。爸，千萬是唔得背出去哦。那講背出去是為，真唔甘願嘅班，只每幾天起門喺海島地擺，頭腦一定強嘅海草白袍。哎喲，唔聽錯又係聽到嗰隻飛上天頂嘅昂古，寫何必冇按昂怕？冇可能離開水島度啊！以後那沒事唔得呀。拜託，我聽錯愛啦。真見下我個氣哦，安尼會當辛苦哦。安尼唔都去試看看啦。我係咪講錯啊？還愛個再練，緊練。班開始練了，1道、2道、3道，第43道，本還係冇練上。怕如rằng，我用叫侬冇辦法，從間媒體唔強款。班背江上，見來見過，見來見集團海面，姊妹佢總算上了。